Hello，大家好，我係西西。咁今日咧係2025年嘅12月1號。今朝一起身我就忽發奇想，我想12月咧做一個真人測試。呢個真人測試咧就係究竟一個繁忙嘅香港人可以點樣喺一個繁忙嘅生活裏邊尋求到身心平衡咧？咁平時咧12月我都好中意喺 YouTube 嗰度睇人哋拍嗰啲 Vlogmas 嘅。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 Wellness 嘅頻道，咁我哋梗係關於 Wellness 啦，身心平衡。咁我哋身體方面咧，我就希望可以做到7日嘅運動，有2日係做 weight training， 有2日係做 cardio， 然之後3日就係做伸展同埋做瑜伽。如果你一聽到就會覺得繁忙嘅香港人點會可以抽到時間做咁多運動啊？咁我就想話，我都可能咧當中有啲日子咧，其實係會冇時間嘅。咁所以我會點樣喺嗰啲冇時間嘅日子裏邊又做到運動呢？咁又希望做到一個測試俾大家，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咁喺心嗰方面咧，我就會每一日都抽彩虹卡，然之後就會寫低我有冇得到啲咩 insight 咧，我可以帶入今日嘅生活咧。然之後我就會用 self hypnosis 自我催眠嘅方法，將佢咧打入我個心裏邊。身體咧係除咗見到嘅呢一個皮膚以內嘅嘢之外咧，其實外邊仲有好多陣嘅氣場嘅。喺呢30日裏邊，我會介紹唔同嘅音叉用法，令到我嘅身心都變得更加輕盈輕鬆。咁喺身心能量都咁平衡輕鬆嘅情況之下咧，我就會努力工作，將呢30日去拍低佢啦。另外，亦都會每日都出一個 post。以上咧就係我呢30日 challenge 裏邊要做到嘅項目啦。而我每日咧都會去 review 一下我嗰一日有冇做到啦。同時，我亦都會睇下自己2樣嘢嘅，一就係覺得好唔好玩啦，第二就係我有冇扯爆自己。如果我係好努力工作，跟住我好辛苦，咁就唔平衡啦。而如果我令到自己好舒服、好開心，咁可能我又會搞唔掂我嘅工作。咁所以希望呢2個指標咧，就可以幫到我真係可以又 productive、又好 peaceful、又好開心、又好好玩咁樣啦。一個大計嘅完整咧，除咗有 to dos 啦，有指標啦，咁當然咧，仲要有一個好美好嘅想像。如果真係發生到，會係點樣嘅咧？咁我想像呢30日咧，每一日我都有照顧好自己嘅身心啦，我變得越嚟越大隻啦，我有 committed， 咁所以我好自豪。我出 post 啊、剪片咧，都會越嚟越得心應手，所以就好快就可以完成啦。然後每一晚咧都帶住一個感恩嘅心去進入夢鄉。咁有美好嘅想像咧，都要有最壞嘅打算。咁都未必要諗到最壞嘅，咁可以諗下有冇可能會出現一啲障礙啦、難處啦。咁 for 我咧，咁可能我會係跌咗落去嗰個扯得太盡嗰個深淵嗰度啦。咁我就會留意自己身體有冇啲 signal 俾我啦。好，咁我哋呢30日就開始。